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常常听人讲时到时担当，无米才煮番薯汤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钱，番薯的钱第5条。地根类的食物，咱拢讲是钱，像咱讲番薯、豆钱，嘛有人讲豆仔钱，另外还有马铃钱、树钱，还佫有一个音读做竹。有人认为讲钱甲竹，一个是文音，一个是白音，嘛有人认为是腔口的方音差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2句俗谚语。头一句，咱讲时到时担当，无米才煮番薯汤。字面的意思就是讲，等到拄着的时，若是无米才换煮番薯汤来食。意思就代表讲拄着的时才搁讲。第2句可能大家较罕咧听，人咧讲人底番薯拍过高，咱底番薯唔落头。讲到这个底番薯，就是一款种番薯的方式。字面的意思就是讲平平咧种番薯，人种的番薯发出来，拢是生过的人高啊，若咱种的就是无发出来。意思就是讲好歹离温差真济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例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时到时担当，无米才煮番薯汤。结果这届考试，2个人平平拢无准备，我考尾名，伊煞考到第1名。有影是人底番薯拍过高，咱底番薯唔落头，共体无共命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钱，嘛有人读做竹。有人认为讲一个是文音，一个是白音，嘛有人认为是腔口无共的方音差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